墨西哥喺8強面對西德，雙方120分鐘互無紀錄，互射12碼階段。西德門將舒密加再次成為主角，撲出墨西哥球員嘅射門，西德最終晉級。墨西哥雖然無緣4強，但球隊喺地震災難之後展現出嘅團結，仍然令國民感到自豪。阿茲特克球場超過11萬名球迷所營造嘅聲勢，以及睇台上此起彼落嘅墨西哥人浪，亦成為本屆最鮮明嘅觀眾文化。摩洛哥喺分組賽創下非洲足球新歷史，佢哋先後同波蘭同埋英格蘭踢成0-0，最後一戰以3-1擊敗葡萄牙，成為第一支喺世界盃小組取得首名嘅非洲球隊，亦都係首支晉身淘汰賽嘅非洲代表。門將巴杜、防守球員阿斯里同埋梅利等人表現穩定，證明非洲球隊唔止依靠速度，亦具備戰術紀律同埋整體組織。16強面對西德，摩洛哥一直守至完場前先至被馬圖斯以罰球攻破大門，僅以0-1出局。加拿大首次參賽，雖然3戰全敗而且未有入球，但首場面對法國嘅時候，守至79分鐘先至失守，表現獲得尊重。英格蘭領隊雲拿保斯更形容加拿大防守十分穩固。伊拉克同樣首次亮相，佢哋3場比賽都只係以1球之差落敗，對比利時一戰更由拉迪攻入國家隊歷來首個世界盃入球。伊拉克當時正同伊朗處於戰爭狀態，所有外圍賽主場比賽都要喺中立場舉行，能夠晉身決賽周本身已經係一項難得成就。北愛爾蘭傳奇門將柏真寧斯喺41歲生日當日迎嚟個人第119場國際賽，亦都係其世界盃告別戰。佢喺面對巴西嘅時候作出多次精彩嘅撲救，但北愛爾蘭最終仍以0-3落敗。柏真寧斯當時成為世界盃決賽周史上年紀最大嘅上陣球員之一，佢國際賽生涯橫跨超過20年，係北愛爾蘭足球最具代表性嘅人物。蘇聯喺分組首戰以6-0大勝匈牙利，6個入球分別由不同球員取得，球隊以基輔戴拿模為骨幹，教練盧班諾夫斯基把體能、壓迫同埋快速傳送結合，成為當屆最具效率嘅球隊之一。不過蘇聯喺16強遇上比利時，雙方合演入球大戰，比拉洛夫為蘇聯射入3球，但比利時經加時後以4-3勝出，爆出賽事其中一個冷門。比利時喺分組賽只以最佳第3名身份晉級，但進入淘汰賽之後越戰越勇，隊長古利文斯、門將普法夫、舒福及維高達倫等人組成球隊嘅黃金一代。淘汰蘇聯之後，比利時喺8強同西班牙踢成1-1，互射12碼勝出，歷史性晉身4強。可以面對阿根廷嘅時候，佢哋始終無法限制馬勒當拿，最終以0-2落敗。季軍戰再以2-4不敵法國，但係第4名仲係比利時當時喺世界盃嘅最佳成績。西班牙16強面對丹麥嘅時候，演出一場令人意外嘅5-1大勝。丹麥喺分組賽3戰全勝，先後擊敗蘇格蘭、西德及烏拉圭，被視為最具娛樂性嘅黑馬之一。艾基亞先替丹麥射入12碼，但係西班牙射手布達堅奴其後獨取4球，徹底扭轉戰局。布達堅奴亦成為世界盃淘汰賽史上少數單場攻入4球嘅球員。衛冕冠軍意大利表現平淡，分組賽先後與保加利亞同埋阿根廷賽和，只以3-2擊敗南韓。16強面對法國嘅時候，意大利已經無法重現4年前嘅活力。柏天尼同埋史杜柏拉先後入球，法國以2-0勝出。意大利嘅衛冕之旅就此結束。索夫、羅斯及一批1982年冠軍功臣亦都逐漸退出國際舞台。法國被視為其中一支最具技術嘅球隊，柏天尼、泰簡拿、居里斯及費南迪斯組成著名嘅魔幻4重奏，控制節奏、傳送及創造力俱佳。8強對巴西一戰被球王比利形容為世界盃史上最佳比賽之一。巴西由卡拉卡先開紀錄，柏天尼為法國追平。下半場巴西獲得12碼，但後備上陣嘅薛高主射被門將巴斯撲出。加時賽雙方仍未能夠分出勝負，法國最後喺互射12碼以4-3晉級。呢場比賽集合2代球星，巴西有蘇古迪斯、祖利亞、薛高同埋卡拉卡，法國就有柏天尼、居里斯、泰簡拿同埋洛哲圖。
雙方並唔以保守防守為先，而係持續進攻，技術、速度與創造力兼備。巴西再次以優美足球贏得掌聲，卻無法奪冠。法國雖然晉級，但係消耗巨大，4強面對西德時未能夠回復最佳狀態。